台东县棒球村顶礼拜是收整4颗梨仔的树仔，不过民众所发现讲，这树仔是对树尾、对樱头规个去互错病的，就烦恼讲即阵寒人要到啊，安尼树仔会打死。环保团体嘛批评讲，根本就是破坏环境。 台东县里棒球村的4边伫风台过后进行树仔修剪的工程，不过有民众发现修剪的方式甲树冠层拢扑掉啊，亲像站头共款咧修剪，大部分的树仔拢看袂到树叶。附近的民众烦恼冬天要到啊，树仔会死去，而且修剪的广告写讲是环保局执行，环保团体就质疑讲安尼是错误的示范。你还是要懂得树枝它的未来它的生长是怎么样。 这个既然是一个环保局的一个业务哦，它是一个环境保护的单位，既然做出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修剪示范哦。环保局表示，这届是接受教育处体育场的委托，提供开考契约厂商时间。要那修剪的计划是由体育场甲厂商参详。台东县立体育场是表示，确实有发现厂商修剪过度，会加强照顾，避免树仔死亡。今天下午开始就会去加强它的那个根部的一个浇水的灌溉然后确保它可以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体育场强调会继续观察，并且依护树仔成长的情形。不过环保团体讲，台东县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这款站头修剪的方式，应该建立合格厂商的名单，找对的人来修剪树仔，才会当避免树仔和站头的事件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